日本京都近日發生一宗外國遊客失蹤事件，一名20歲美國男子希堅保咸喺旅行期間獨自離開酒店之後，就超過1星期失去咗聯繫。不幸地，搜救人員6月6號喺京都郊外山區發現咗佢嘅遺體，結束咗連日嚟嘅密集搜索。根據美國媒體報道，希堅保咸嘅父母喺社交平台上宣布，佢哋嘅仔仔韋斯頓已經被志願搜救隊發現，已經身亡。佢哋形容呢份痛楚難以言喻。消息指，希堅保咸係一位大自然嘅愛好者。5月29號，佢同媽咪因為使用人工智能軟件導航問題發生爭執，之後獨自離開，前往京都探險，隨後就失蹤。佢父母透過應用程式追蹤位置，發現佢曾經搭過火車、行過商店，但好快定位功能就被關閉咗。希堅保咸最後一次出現喺 CCTV 畫面，係佢獨自喺京都市山科區，沿住一條通往樹林嘅路徑前行。警方6月2號開始搜索森林，但因為暴風雨受阻，搜索行動持續咗72小時，出動過百名警員、警犬同直升機。6月6號，希堅保咸嘅屋企人同當地居民以及僱用嘅搜救隊集中搜索警方未曾覆蓋嘅山科森林區域，最終發現遺體。家人事後感謝公眾嘅支持同協助。希堅保咸就讀於美國阿拉巴馬州奧本大學，今次係為咗慶祝細佬畢業而同屋企人一齊去日本旅行。香港至少有2間大學曾同法國私立教育機構巴黎學院合作開辦課程。呢間巴黎學院近月喺法國爆出多宗醜聞，包括涉嫌販賣簽證、洗黑錢，甚至有高層挪用公款買 Pokemon 卡，令外界高度關注。恒生大學承認曾受巴黎學院委託，負責一個教育領導與管理專業培訓課程嘅教學工作。課程為期6個月，索價逾85,000元，但並非香港資歷架構認可。恒大強調自己只係負責教學，唔負責頒授學歷，亦無參與招生同錄取，從未保證升學結果。恒大又指學生修畢課程後需自行規劃升學，並已喺說明會中清楚交代。到咗今年3月，恒大決定終止同巴黎學院合作，但未有解釋原因。根據香港01報道，恒大早前課程宣傳資料曾聲稱可以銜接巴黎學院嘅本科或碩士課程，但無講明學位認受性。據悉，首屆課程有21人完成，恒大未有交代有冇人成功升讀巴黎學院其他課程。而另一間嶺南大學亦曾經同巴黎學院簽署合作協議，並提供雙學位課程。嶺大網頁顯示，現正開辦政策研究博士課程同巴黎學院工商管理博士課程嘅雙學位，但只招收巴黎學院學生。嶺大未有回應有冇本地學生透過合作升讀巴黎學院，只表示會密切留意事態發展。巴黎學院喺法國經營多間私立院校，近月被揭發頒授嘅學位並非法國教育部認可，只係職業技能證書，學術認受性存疑。集團仲陷入約8.2億港元債務危機，有子公司已被法庭頒令破產。香港01曾向巴黎學院查詢有關指控同合作關係，但並未獲回覆。事件引起社會關注，本港大學同海外院校合作嘅透明度同監管亦再度成為焦點。韓國政壇迎來重大消息，總統李在明喺6月7號正式提名現任中小風險企業部長官韓正淑出任新一任國務總理。如果提名獲得國會批准，韓正淑將會成為韓國20年嚟首位，亦係史上第2位女性總理。總統秘書室室長姜勳植喺記者會上公布消息，並形容韓正淑係推動人工智能大轉型同國家發展嘅最佳人選。韓正淑曾經擔任韓國搜尋引擎巨頭 Naver 嘅代表理事，亦係資訊科技界嘅重要人物。李在明政府成立之後，佢被委任為中小風險企業部長官。韓國總理係政府內閣最高行政首長，負責統籌各部門工作，執行總統決策。當總統缺位或無法履行職務時，總理更要代行總統職責。韓國史上首位女總理係韓明淑，由盧武鉉總統提名，喺2006年至2007年間任職。
今次提名意味住韓國政壇或將再度迎來女性領導人。